为了应应美国对天关税，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时阵，又特别强调，台湾会趁机会呢加强台美经贸合作。那行政院提出的880亿支持方案，有风声讲一寡方案呢会放零限制，亲像是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方案。按算之是呢，这行政议会会提出特别条例，送到立法院审议。迄种甲台商握手致意，总统赖清德2日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访问团。赖总统特别感谢台商伫海外打拼，若是深化民间互动的重要桥梁，也互世界看到台湾。所以来，赖总统就讲到最近美国对中关税冲击，强调台湾会好好面对，也趁机会加强甲美国的经贸合作。美国政府的关税甲贸易政策，对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台湾一定好好面对，借这个机会来加强台湾和美国经贸的合作。面对美国对中关税策略，行政院提出880亿的支持方案，要协助国内产业做回到难关。其中支持的方面，调整贸易用资利息减免措施内容，按算会当得到支援的企业会增加到24000间。那农业金融所提供的贷款支持方案，按算受益户数会当达到1.56万户。另外，中小微企业贷款搁加码申请资格放零，只要今年一定期间的营收比去年同期、去年下半年月平均，或者是今年1月到2月衰退达到10%，就会当申请。行政院长对英台更加希望在上紧的时间内，争取甲美国进行后一届的直接有效的谈判。台湾如果今天是一个有国际地位被完全肯定的国家，也许总统就能够打电话给川普总统，极力的争取就对等关税与美方政府进行下一次直接有效的谈判。行政院强调，支持方案细节部分会交由各部会就因管理范围进一步说明。按算20日的行政院会会提出特别条例，送立法院审议，争取至少880亿的特别预算，也无排除透过追加预算的应用。那日本原底应用美国关税要普遍发现金，不过又搁冻点。行政院2日无进一步说明普遍发现金的立场，不过强调各个产业结构甲台湾无完全相同，会继续随时调整支持方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